是无熟悉的兄弟姊妹，咱的心常常会逼迫，请咱即时来吟圣诗，互咱会当搁一摆来体会上帝，真正是我的上帝。盼望咱在已经太早找伊的囝儿。也当少年济济，也未找到上帝遐百姓。咱请琴弹前奏，咱做伙来唱这首诗。预备来，上帝真正是我上帝。探查我要找伊，思想少年要为结果，一万里古无你。我心上望上帝的恩，亲像风行甘蓝。爱的马蹄忽然起风，吹落大雨天。上帝降恩，予我高雅，我吹应该学路。不虽有意，虽然好家。大地为了苦，你看得出你忘记了，上帝他汤主笔，上帝是来把阮当掉，把阮住在海里。米间得成，民望纪念，上帝疼痛慈悲。当咱伫每一天，拢会当真安稳，伫眠床顶来安眠的时，伫这个世界中有侪侪人，因无眠床，因离开家乡四散伫逐角落的所在，伫战争的中间。家庭分离，无法度找到家己的爸爸妈妈，所以咱会当感谢上帝，互咱会当平安倒伫眠床，阁会当做梦，互咱会当体验着上帝的慈悲疼痛，也互咱也因为安尼，咱会当用上帝的心，用耶稣的心来体贴。遐无法度倒伫眠床，遐个困苦的人，咱个来吟圣诗637首，上帝正经里报主，互人知。今仔日是大使命，所以当咱知影咱是蒙福的人，伫上帝恩典内面，会当真做一个有福气来遮敬拜上帝的人，咱。也知影有侪侪人需要咱正经里来报福音，互因知。互咱这首诗，咱请琴弹一遍。做伙来，上帝真正伊保守予人知，伊奇妙的名，传到全世界，救主完全的心，伊名着称赞，伊宣告是永恒。
光的堂世间，举光贯通的照亮来救世，雅古一时光，一橄榄的灯，真神都当作记，称赞你的神。亚述万转救赎，真这体的，拯救归向的一切的宝座，难容丢车厢，何来生有过，这体在龙不有。称赞主耶稣，应当给龙爬落，点百个前后，大难来点百，一康修尊严，到体在天国，我们一光别。日彩阳光的回馈那个前瞻，当下龙归向着一条阳光。咱准备心来再开始早起的礼拜。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上主啊，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摆列我的心意，煞要了望，轮到我要凭你丰盛的慈爱入你的厝，我要存敬畏的心，你的圣殿来敬拜。396吟诗阿罗上帝，圣诗217首，圣诗217首，请起立。即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是个死埋葬落苦，第三日对世人中国啊，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信是，信国共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三甲用启印文66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印文伫圣诗后面，启印文66篇。我是安妮华甲阿米加，将灯泡洗清气，遐个人真有福气。遐个狗类行邪术的、淫乱的、害死人的、拜偶像的。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
我是代笔的君，是伊的父的。圣神甲新娘拢讲来，喙呆的人就来。为着这个事最近迄位讲，阿门。主耶稣啊，请来，同心来祈祷。祝福阮气甲性命的上帝，阮要用诗歌祈祷来阿罗敬拜你，因为你丰盛的赏赐，阮会当活伫即个美好的世界中间。你的名伫全地河顶的水，你将你的荣耀显明伫天地甲万面。你是天地的主，万有的上帝。阮观看你所创造的天，你所排列的月甲星，阿罗你伟大奇妙的作为，凡若有吐气的，拢要伫你面前欢喜，将荣耀归伫你。总是阮人的罪，生命充满了罪，阮着想到的拢是阮家己，所以世界充满了战争、饥荒、瘟疫，甲因为人的破坏，大自然逐项的灾害，罪恶占满了阮的心。阮对阮身边的人无好的态度，阮对人无疼心。阮伫别人的面前，无互人看见，阮是耶稣的门徒。对大到小，阮拢得罪你。求你赦免阮的罪，互耶稣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洗清去阮一切的罪，捆绑一切对峙伫阮身上的关系，互阮规个人、规个心拢归向伫你。互阮逐时刻思想你的恩典甲话语，信心将上帝的听灌压伫阮的心，互阮的心内有力量、有气力，会当行上帝爱阮行的事。互别人看见阮的生命有耶稣的模样，互阮对人充满疼心，互阮接待阮身躯边的人，亲像接待耶稣。互世界无阁有战争、饥荒、病毒的流行，会当恢复上帝起初创造世界的美好，创造亚当夏娃的欢喜。阮也要为着阮教会来祈祷。阮教会已经开始一段时间，计划重新起造上帝圣殿的事工。这个事工已经超越阮每一个人的能力。所要进行逐项的评估，已经毋是阮会当控制的。求上帝甲阮同在，一步一步带领阮甲你同行，成就上帝的工。阮也要为着教会的长职来祈祷，互阮每一位长职真实认捌耶稣，甲主有亲密的关系，互阮原本孤单的性命，会当得到耶稣国活的能力，行做会友甲牧师的帮赞。阮也要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为着陈牧师的讲道，为着礼拜服侍的同工，为着逐项的器具，万项事拢要为着主来效力。阮深深摆咧以上的祈祷，只是阮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27章45节到47节，甲28章19节到20节，伫台语和日本圣经37页、38页。马太福音27章45到47节，对日中昼到3点，遍地黑暗。差不多3点，耶稣大声吼叫讲：“以利，以利，念玛撒各大尼，就是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啥事放离我？”鼻头徛的人听见就讲：“伊在叫以利亚。”第二段经文伫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信心的名。伊若有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示因手，搁我日日甲恁直直到世间的落尾。请陈牧师讲道，题目是大使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毋知影讲咱敢有别人传福音的经验。大部分的人传福音，拢是用家己过去的见证经验。亲像讲，上帝安怎帮助你、改变你，也是你感受到上帝安怎甲你同在。咱会甲其他的人分享这个见证，但是嘛有其他有真济靠组织的一寡方法，亲像福音桥，也是四律、无字天书、五色珠，也是咱教会有真济兄弟姊妹接受过三福的训练。这训练无分大细长短。伊拢有一个顺序，会当帮助咱，会当知影讲后一步爱讲甚物话。我想，无论是倒一种传福音的方法，拢真好。咱只要将这个方法用甲非常非常的熟练，一拄着适合有需要的人，咱就紧提出迄个适合伊的方法。譬如讲，你过去若捌破病过，你即马拄着有一位破病的人需要关心。你除了甲伊分享讲安怎来保养你的身躯以外，你嘛会当甲伊分享讲，伫你破病这段时间，上帝安怎互你的内心有平安。但是这嘛有一个缺点，就是咱每一个人的经验拢无同，你的经验嘛无一定会当找到适当的对象来分享。所以时间一久，你就袂记你迄件代志。嘛因为安尼，真侪人将来毋捌用别人来传福音。所以伫遮嘛鼓励咱至少学一种传福音的工具，互咱知影讲安怎按照顺序袂喙钝的一个方法。所以咱若有兴趣要学习的兄弟姊妹，会当私底下来找我，咱用10分钟的时间，咱就知影讲要安怎来使用这个工具。伫这个工具的内面，有一项甲咱个人的经验非常无共款的，就是咱若去找破病的人分享。一定是讲你家己病已经好，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啦，你才会认为讲你有迄个资格去甲伊分享，安尼才是做见证。所以咱听到的拢是一寡成功的经验，无怪有人会感觉讲信耶稣了后，就敢若是输我食、输我穿、输我欠钱，毋免还。咱真惊去讲到迄个无成功的代志，咱真惊会互留落一个歹印象。所以，咱用真水的包装，将福音甲规个包起来。但是，伫遮个传福音的工具内面，因拢是非常直接，因一步一步，亲像四律，伊的第一步就是讲着上帝听，第二步就是讲着人会做，你有做。哦，咱传福音可能毋敢安尼讲吼，但是遮个工具第二步就是讲人有做，第三步唯一的方法就是啥？接受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救赎，毋若安尼，第四步，我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内心，成你性命的救主，来掌管你的性命。兄弟姊妹，其实咱的福音原本就是血淋淋的福音。因耶稣毋是坐伫软破瓦顶，互人光地伫遐做王，伊是互钉伫十字架，流血流到死。这个十字架嘛，毋是互咱带伫身躯迄支真金、阁真水的十字架，
12个是当时上重的罪犯伫用的，是充满侮辱、见笑的一个记号。耶稣伫十字架顶的痛苦，咱会当对今仔日第一段的经文来看见。耶稣奉挂伫十字架到伊死，拢总3点钟的时间。顶十字架嘛，毋是讲伊的肉体伫遐受痛苦。伫迄时，耶稣是徛伫罪人的位置，但是这毋是伊的犯罪，是咱的犯罪。耶稣替咱担当迄个原本是咱应该受的刑罚。但是伫迄时，圣洁的上帝无法度容阮罪的存在，所以伫迄3点钟久的时间内面，上帝无甲耶稣同在。所以耶稣毋是伫遐埋怨伊的身躯会痛，伊是因为甲上帝分离，甲会痛苦到伫遐喊话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啥事放离我？”咱知影伫过去，上帝从来毋捌离开耶稣。伫旷野，耶稣拄着魔鬼试探的时，咱嘛知影顶礼拜咱读到伫克西马尼园，耶稣艰苦到祈祷得要死，感觉迄个忧伤到要死的时，耶稣拢因为上帝甲伊同在来得到快乐。但是，当伊伫十字架顶的迄个时刻，当伊伫遐担当咱的罪的时刻，伊感觉伊互上帝气煞。所以咱知影犯罪的代价原来是遐尔恐怖，恐怖到连耶稣伊嘛记载袂牢，因为是上帝离开咱，是上帝离开耶稣。但是为着听，耶稣甘愿替咱来承担。兄弟姊妹，若无十字架顶的痛苦，就无法度带来咱新的生命。所以咱即个人会当唯一会当报答耶稣的，毋是讲我用耶稣甲耶稣同死同过活迄个生命来过一个全新的生活。毋若安尼，十字架嘛带来大使命，互咱即个得救有新的生命的人，咱拢有一个义务，将救恩安怎临到我的即个故事来分享，互其他的人知影。但是，即个因为受苦来产生，毋是按照人的想法会当理解的大使命，是非常颠覆迄当时的世界。因为到伫耶稣互钉死的迄个时刻为止，即个计划看起来是失败的呢。即个宗教的教主竟然互钉伫十字架，就安尼死啊！遐军队伊的人嘛四散，毋知影走去倒位啊！即个计划敢有法度会当继续？兄弟姊妹，即个计划，即种故事，若发伫咱的现代来发生，咱感觉不屑一顾。耶稣无合伫一个成功人士的一个条件，但是上帝竟然使用一个违反常理、看起来是一个失败计划来完成伊对世界拯救。为什么讲是违反世界的常理呢？第一，伫即个大故事，伫即个大使命的内面，第一批互车欠的人，毋是耶稣的遐个查甫学生，是几位的妇女。咱若搁去看马可甲路加的记载，这个妇女会来看耶稣的坟墓，是因为因买香料，准备要来抹耶稣的身躯。对因来讲，因目睭会当看见的应该是一个尸体，但是今仔日咱的经文读到讲，出现伫因目睭前的竟然是天使，所以因非常惊吓。天使甲因讲：“恁毋免惊，因为我知恁伫找顶十字架的耶稣，伊无伫遮，伊已经搁有啊。照伊所讲的，恁来看主所倒的所在，也着紧紧去甲伊的学生讲，伊对死人中搁活，也要带领恁去加利利，伫遐恁要看见伊。我已经甲恁讲啦。毋若安尼哦，当这妇女听了，搁欢喜，搁惊，准备要去报互学生知的时，伫半路，耶稣因出现，耶稣甲因讲平安，并且搁一届车派因讲，因毋免惊，去报我的兄弟，教因去加利利。
伫遐要看见我。咱也知影妇女伫咱即个时代，咱遮妇女已经会当甲男性有比平，咱平起平坐。但是伫耶稣迄当时的妇女，因不但伫家己犹太人的社会中间无任何地位，并且伫罗马人的眼中，妇女嘛真做是一群讲话无公信力的一群人。但是咱看见，当耶稣过活了后，妇女真做是第一个领受即个好消息的人。咱若去比较其他3本的福音册，会当发现这4个作者拢对耶稣的国活有无共款，有一点点无共款的描写。这是因为这4个作者因的观点、因注重的角度无同。但是真奇妙的是，每一个作者拢记一项事，就是第一个领受耶稣国活的好消息，并且互车肯去报扬这个好消息的是女性。所以将女性看作是见证人，这颠覆迄当时的世界。但是为什么这妇女因会当做到这个代志呢？咱对以前的经文拢会当看见耶稣对妇女的尊重。伊无看轻妇女，伊怜悯因，顾念因的需要。耶稣嘛教导妇女，接纳因的服侍。这是迄当时的律比无可能做会到的代志。甚至伫耶稣过活了后，将大身显现的，毋是伊的学生，是这个军队伊的女性，互因得到学生来报扬即个好消息的特权。但是，敢是这个妇女比这个查甫学生较优秀、较有信心，所以耶稣将安尼的特权交互因呢？毋是。伫耶稣国活迄个清早，天补光的时，就是天久一点点啊，微光微啊光，久真暗的时，因就来到耶稣的梦。咱哪知影迄当时，当耶稣互定时一个过工的迄种的气氛，迄个气氛是啥呢？耶稣这学生毋知拢走去倒啊？然后犹太人四界掠跟缀耶稣的人。罗马政府嘛派兵来干涉耶稣的坟墓，迄种气氛真肃杀。若是咱就紧密起来啊！这到底是甚物款的动力，或者妇女一早起就去看耶稣的尸体？这个尸体袂叮当呢，等风声较过去的，才来看嘛会使啊。但是因对耶稣的疼。互因愿意冒着性命危险，踏出因的大门，来到耶稣的坟墓。所以兄弟姊妹，传福音第一个条件就是，咱对耶稣的疼有偌济。这妇女会疼耶稣，是因为耶稣改变因的性命，耶稣恢复因，是上帝创造，是完整的一个人。所以因伫主耶稣遐看见家己伫上帝眼中的价值。所以，伊嘛愿意用疼的行动来回应主耶稣。耶稣无遐有能力、有知识的人显现，却是一群行慕伊、谦卑祈求伊的人显现。主耶稣有讲：有我的命令，阁守伊的人，即个就是疼我。疼我的人要得到我的爸疼伊，我也要疼伊。阁将本身显明伫伊。读到遮，我阁较明白为什么第一摆天使这妇女显现无够，耶稣需要第二摆这妇女来显现。天使虽然是奉上帝的命令来这妇女讲，耶稣已经国活，恁去宣布耶稣国活的好消息。但是咱看见这妇女的反应是啥？欢喜，但是真惊吓。毋过，当第二届耶稣因出现，即个甲因有真密切关系，耶稣因显现的时，因一看见耶稣，马上跪咧，抱伊的脚拜伊，然后带着极大的欢喜去报扬耶稣国外好消息。
妇女的囝兄完全消失。福音另外一个颠覆世界，就是伊竟然是对加利利开始。天使也是耶稣的吩咐，拢讲：恁遮妇女紧去报互我的学生知影，讲爱先去到加利利，伫遐恁会甲我相见。加利利是耶稣的故乡，耶稣是对加利利中间的一个城，叫做拿撒勒来的。加利利虽然是以色列人的领土，但是伫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无将原本住伫遐的外邦人赶出去。所以，这个所在真做以色列人甲外邦人做伙徛起混杂的一个所在。伫所罗门王时期，所罗门伊嘛将加利利一寡城市分予送予其他的国家。所以，伫以色列人因看起来因是无啥看会起这个加利利的人，因认为因的血统无纯。所以，伫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嘛形容加利利是一个外邦的加利利。毋但是旧约的时代，到耶稣的时代嘛是安尼。所以有一届，有一寡人替耶稣辩护，但是法利赛人就用非常轻视的态度讲：你无你去查考啊，看加利利敢有出先知咧？这非常非常的轻视，加利利迄种所在，哪有可能出先知？所以，一个遐尔受看轻的所在，确实咱救主耶稣的故乡。伊的学生除了犹大以外，其他11位嘛是出身，嘛是伫加利利人。伫今仔日这段经文，这几位妇女嘛是对加利利出身的。加利利一个真无起眼的一个小所在，但是是耶稣传道的起点，是伊大部分跟在伊的人的故乡。并且除了使徒，因为耶稣来得着教导、得着医治的即群妇女，因嘛加入即个震动世界的队伍。所以咱看见加利利即个小所在，因为耶稣来得着一个新的定位。但是真奇怪的是，即位对4个月的耶稣，伊为虾米选择伫加利利？迄若是我，一定选伫大都市耶路撒冷，然后举行一个车牌典礼、车牌礼拜，车劝这学生普天的去传福音。若一个人对4个月徛伫人的眼前，这不但轰动武林，并且佫会当打脸遐咧陷害伊的犹太祭司、遐的宗教人士，安尼传福音毋是真封神吗？但是耶稣是差派一寡妇女去叫伊学生去到加利利这个真细的所在集合。耶稣的用意是啥物？耶稣要互因知，福音的起点毋是靠关系，毋是靠武力，嘛毋是靠财物。有耶稣的所在就有福音。另外，福音的对象嘛毋是互一个民众啦尔，嘛毋是互一寡有关系的人啦尔。福音无分本国外邦，所有心灵丧向、忧伤痛悔的人，拢会当得到这个福音。所以兄弟姊妹，对加利利开始的这个福音，嘛在挑战咱现代基督徒。常常咱会讲会放真大、真水、真神奇的这个外表来吸引。这种致命的吸引力，嘛影响咱认为讲，传福音嘛应该是安尼哦。亲像有的教派会用大型的演唱会的方式来办报道会，或找一寡明星开真侪钱伫灯光音响效果，真侪人讨票去参加。但是，当教会敲电话接到一寡名单要去关心的时，这个人表示讲会歹势，因无兴趣，因为因有兴趣的是看这名称，毋是福音。嘛有的教会会办桌请人食饭，然后哪食饭就听人伫遐做见证，非常厉害哦，一办就是几啊十桌。但是去食饭的咧，大部分拢已经是基督徒啊。今仔日这段经文提醒咱，
传福音毋是靠排场，毋是靠看起来真厉害的方式，因为耶稣无车牌天使，伊车牌是迄当时互人看袂起的妇女。耶稣嘛使用一群上软弱的人，这个人不够潮，因无厉害的口才，加利利嘛毋是一个大所在。但是当这个软弱的人开始传讲因的经历，就是因拄着福音的时，迄个能力是任何报道家嘛做袂到的代志。咱看使徒行传所记载，彼得伫五旬节迄天的报道。伊对旧约用历史开始讲到耶稣基督，非常枯燥的历史，无任何花俏的技巧。伫迄天是3000个人洗礼加入迄个信仰团体，所以这绝对毋是讲彼得偌有口才，是上帝的权能要救拢总信的人。既然上帝有能力，咱就无需要用一个真美丽光彩包装。来将福音包起来，咱会当做的，就是成做一个管道，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原原本本、实实在在传予有需要的人。对安尼看起来，咱就要知影讲，到底这个福音的本质是甚物？第28章19、19、20节，咱真熟的大使命这段经文有讲。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耶稣爱咱去，将伊所教示咱的命令，嘛教示互遮个人，互因会当遵守。所以伫遮，咱的和合本圣经是讲。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所以伫遮互咱看见讲，传福音毋是讲一寡，甲人讲一寡真抽象概念，讲啊上帝听你啦，你著有信心啦，凡事交托啦，毋是，这是真抽象的概念。咱是爱去教导遮个人，互因会当实践耶稣的命令。伫遮是讲，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这个吩咐看起来迄个力道不太够。吩咐敢若嘴讲出来尔，但是实际上，咱的台语的迄个圣经是讲命令，命令的意思是啥？就是诫命啊，就是耶稣的诫命啊。咱爱将耶稣互咱的命令、诫命吩咐互遮个人，咱毋但是传一寡信心听的概念，咱是要甲因讲耶稣的遮个命令。耶稣互咱的命令是啥？恁着啥？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第二个嘛，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所以兄弟姊妹，传福音绝对毋是讲你带一个人来教会，互伊信耶稣，互伊领洗礼，任务结束，毋是。你要负责教导伊。互伊伫行为顶面会当持守对上帝、对人有责任。当然，咱毋是靠行为来得救的，但是得救甲咱的行为一定是平等的，一定是对等的。伫马太福音第7章17节、18节有用树仔结果子来做比喻。伫这段经文讲，既然好树结好果子。歹树结歹果子，好树袂结歹果子，歹树袂结好果子。咱若讲咱已经得救，但是咱无显出迄个真合宜的行为，这绝对是咧骗上帝，嘛咧骗人。所以，咱若要对耶稣的命令有搁较侪的认捌，咱就爱来读圣经。只要人谦卑来读圣经。信神一定会帮助人哪来哪认捌耶稣。我相信咱中间有一寡兄弟姊妹拢有看过一出电影，这出电影是1959年的时，互评做是史诗级的电影，叫做《宾汉》。伊的副标题是《基督的故事》。伊伫迄当时上演的时是造成轰动，伊嘛破纪录，摕到11项的奥斯卡金像奖。这出电影是改编一本
1880年的一本小说，同款的名叫做《宾汉基督故事》。这本册一个上大的主题就是讲，应该爱报仇咧，也是我爱选择原谅咧。这个男主角宾汉，伊最后选择原谅，伊就得到伊人生中间上大的救赎。这本册的作者叫做卢华莱士，伊毋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哦。有一届，伊甲伊的朋友嘛是一个无信耶稣的人，叫做英格索。因两个人做伙坐火车，毋知安怎，因伫火车顶就讲起耶稣。所以这个卢华莱士就讲：“哎呀，咱来为伊来写一本册好啊！”伊即个朋友就讲：“好好好，你来写上适当。你好啊，研究伊的人生，伊做的代志，伊的个性。但是你爱将一切的感情、伊的感情、伊的心性，拢总摕掉。你写甲哪平凡哪好，你甲写做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因两个就决定安尼做。但是当即个卢华莱士开始写，伊去研究圣经，去看圣经，对圣经有哪来哪侪会研读了后，伊才发现耶稣毋是一个普通人呢。伊哪深入，就哪有安尼的感受。最后，伊讲一句话，这句话甲马太福音有记载一位霸总会讲的话同款。因讲，这个个人是上帝的囝。我兄弟姊妹，一个原本反对耶稣的人，透过研读圣经，因的起点是不怀好意，因要写一本册来反对耶稣。但是当伊透过研读圣经，最后伊规个人是降服伫主耶稣的面前。所以这甲咱讲，圣经是有气力的，伊毋是一本过时的册，伊影响侪人的性命，互人透过字面所记录的耶稣，咱的性命得到改变，并且咱嘛看见圣经嘛真做支持真侪人继续去传福音的迄个动力。所以咱对真侪宣教师的故事中间会当看见，因是安怎透过上帝话的感动，互因会当离开故乡，去到一个真远、因无熟、一个真落伍的一个所在里遐传福音。兄弟姊妹，大使命的故事要未结束。耶稣将这任务交予2000年前的学生，透过历代的信徒甲宣教师，今仔日换咱这人来接棒啊！虽然咱面对的时代可能甲第1世纪的人无共款，因的需要嘛无共款，因的问题嘛无共款，但是耶稣宣告，当咱愿意照伊的命令去行，咱就要经历国外耶稣的同在。所以，真做耶稣学生的咱呢，毋是一个得救的新的性命就好啊！咱爱学习耶稣来生活，来服侍，透过咱的听心。透过咱智慧的行动，将福音带到咱的四周围。咱嘛爱不断为着一寡受欺骗到逐所在遮宣教师来祈祷，因为这个人是替咱去的，因替咱去到咱无法度去的所在。所以不但咱家己的性命、咱家己的生活行为会当来传福音，咱嘛不断为着这福音的使者来祈祷。我相信，当咱愿意参与伫大使命的事工，咱一定会当体会到对怀疑到信心的迄种信仰的成长。咱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透过历代的这基督徒，因的信心、因的传扬，互今仔日伫2022年的现代台湾的阮会当得到这个福音。主，我感谢你，你伫十字架顶的牺牲，感动真侪人，互因愿意用性命来捐地。恳求主嘛，用安尼的感动，继续来感动阮，帮助阮哪来哪听你。这个听毋是藏伫口头、喙里的听，是阮愿意用行动实践出来的听。主帮助阮，互阮知，阮毋是靠着阮的能力伫传福音，阮倚靠是国外主耶稣。就恳求主，你的神交阮伫地，帮助阮言行举止显出你的听，帮助阮有耐心、有疼心，将你的福音来传扬，搁互搁较侪的人。就恳求你使用阮，
愿意来接即个福音的帮，就恳求你就使用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三九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信神的名。因若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是因手，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马太福音28章19、20节。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信神的名。因若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是因手，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马太福音28章19-20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637首，圣诗637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曾庆仁长老、高祖安长老、王世伟长老、庄博雅执事、蔡松瑞执事来负责奉献。
请起立。请坐，请看消息报告，周报368页。第一点，教会大订圣诞歌要订的兄姐，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登记到今仔日为止。第二点，11月20日礼拜日下晡12点半到5点，要举行中职造就会，会中邀请蔡明伟牧师做公道的训练，请新旧今的中职来参加。牧区消息第一点，上年团契订11月16日礼拜三上午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邀请蔡尚志长老分享，请客友参加，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客。好，咱大先来欢迎新来朋友，今仔日这位朋友对高雄来吼，是陈真宇兄弟，欢迎。好，咱嘛真恭喜，咱的大家庭中间吼有迄个清真兄，伊做阿公吼，伊的迄个后生就是佑达，甲伊的新妇圣心吼，伫德国1111吼出来生一个查甫婴仔吼，所以咱嘛真恭喜咱的清真兄做阿公吼。好啊，咱嘛会当伫1楼遐，咱有看见即个郭文雄老师的水彩画，咱嘛会当来义卖吼。伊即老师要送互咱，诚做咱建堂的迄个奉献，所以咱嘛会当做伙伫1楼遮来观赏遮个画。好，这是咱来公道。咱为着咱的兄弟姊妹，为着即个世界，为着咱的台湾，为新人的中职，为着建堂的事工，为着怀孕的慧芳，吼嘛，为着确诊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所以咱开喙，为着遮个事，为着遮个集体来祈祷。辛苦欠满心灵，欠满的兄弟姊妹祈祷，无论你在异地跨国，也扶持阮的教会，无论遮硬体、软体，主阮恳求主伫讲，互阮同在，互阮有智慧，互阮幸福伫主要所里的引带，主恳求你使用帮助阮。主阮感谢你，互阮成做一个大家庭。互阮遮所有的集体，阮会当为着彼此忧伤的事来彼此来分担，阮也为着阮发生快乐的事，阮也互相来分享。主恳求你帮助，互阮伫即个大家庭的中间，会当互相相疼，互相带导，帮助阮伫即个疼中间，搁较看见上帝你的疼。阮嘛要为着身躯欠安，长期伫厝里疗养遮兄弟姊妹祈祷，恳求你加添互因气力。也帮助因厝内的人会当伫照顾因或者个厝内的人的时，互因会当有疼心、有耐心。主恳求你也加添互因气力。阮也要为着一寡兄弟姊妹因确诊，也是姊妹
慧芳伊伫怀孕，也是阮的姊妹圣心，伊伫德国来生产，伫遐做艺来，主拢恳求你保守遮兄弟姊妹，互因会当紧紧来恢复健康。阮也为着教会来祈祷，无论是阮做的事工，也是遮的艺体，也是阮遮的种植当工，主恳求你拢使用帮赞查恳，也互兄弟姊妹甲你的关系搁较亲密，互阮愿意幸福，伫主耶稣你的引带。阮也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主恳求你怜悯即个世界。阮看见，无论是人的世界，也是大自然、动物的世界，拢因为人的罪来受苦。主恳求你的怜悯、你的医治、你的公义，早一日伫即个全世界来运行，互阮会当体会到上帝国的平安甲欢喜。也恳求你查恳阮，当阮行出教会了后，互阮搁一摆来为主来做好的见证。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是来吟圣诗390首，圣诗390首，吟诗后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